喂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今季最後一次嘅國際賽期終於完咗，嚟緊一個星期咧又有翻球會嘅賽事啦。車路士喺呢個 break 之前咧就經歷咗一段好難捱嘅日子，4連敗，歐聯恥辱性出局，聯賽跌落第6位，成隊波無論喺體能同埋心理上咧都去到一個臨界點。咁但係嚟緊一個星期咧，終於有一場波可以唞下氣，就係喺足總杯8強咧主場對住英甲嘅榜尾球隊維爾港。呢場波嘅重點咧就唔單止係要晉級咁簡單，佢係車路士咧重建信心嘅第一步。而今集咧我就會同大家詳細分析一下對手、國際賽期球員嘅狀況，同埋呢一場波嘅重點。首先，我哋先了解一下維爾港究竟係一隊點樣嘅球隊。維爾港目前喺英甲排喺第24位，亦即係榜尾嘅位置。聯賽踢咗38場波，只係贏咗7場，輸咗21場，得失球差係-25球。目前護級嘅壓力咧係非常之大。不過值得留意嘅係，佢哋近期喺聯賽嘅成績咧已經有改善嘅跡象，對上10場聯賽錄得2勝3和5負嘅戰績。不過佢哋呢一刻距離脫離降班區咧仲需要攞多14分，所以喺剩翻8場聯賽嘅情況之下，估計喺嚟緊一屆降落英乙嘅機會咧都非常之大。換言之，佢哋可以將所有心機咧都放晒喺呢場比賽入面。咁但係如果淨係睇聯賽的話，我哋係會低估咗維爾港嘅能力，因為佢哋今季喺足總杯嘅表現咧可以話係一個童話故事。由第一圈開始，維爾港5場波全部贏晒，仲要5場波都獲得0封，只係喺第一圈咧失過1球波。而佢哋喺3月頭嘅時候，成功喺第4圈嘅賽事咧淘汰咗英冠嘅布里斯托城，然後喺不足1個星期嘅時間內，佢哋喺第5圈咧做咗一件震驚英格蘭球壇嘅事，就係喺主場以1-0淘汰英超球隊新特蘭。喺嗰場比賽入面，維爾港全場只係錄得31% 嘅控球率，射門次數係對手嘅一半。咁但係佢哋憑住前鋒賓韋恩喺上半場接應傳中，頂入全場唯一一個入球。而呢一球咧，亦都係維爾港喺整場波入面咧唯一一次中目標嘅起腳，就係憑住呢一球波咧，就足以令到維爾港晉級英足總杯8強，絕對係非常之振奮人心。而值得留意嘅係，新西蘭嘅前鋒賓韋恩咧喺最近3圈連入3球，全部都係晉級嘅致勝入球。咁但係佢今屆喺英甲方面咧就只係入咗3球波，可以睇得出咧佢喺足總杯方面係特別醒神嘅。而講到領隊莊巴迪，佢嘅故事咧就更加戲劇性。佢係一位澳洲人，今年1月6號咧先正式上任成為維爾港領隊，教波超過300場，擁有豐富嘅執教經驗。佢接手嗰陣，維爾港已經處於喺榜尾嘅位置，但上任之後各項賽事20場波入面贏咗7場，而且最緊要嘅係佢能夠創下歷史任務，帶領維爾港殺入去足總杯8強。單單係呢一點已經足夠令到球隊上下感到非常之滿意。咁所以維爾港喺杯賽嘅戰績係足總杯同埋聯賽杯咧加埋贏咗7場，而聯賽亦都總共即係贏咗7場波。換句話講，佢哋喺杯賽嘅勝仗咧係拍得住喺聯賽。佢哋係典型嘅杯賽專家，有能力喺一場過嘅比賽咧爆冷擊敗對手。因此維爾港呢一刻咧雖然排喺英甲嘅榜尾位置，咁但係就絕對唔係一隊大家想象中咁容易應付嘅對手。佢哋嘅踢法咧好簡單直接，利用防守反擊，靠死球同埋傳中去製造入球。現年32歲嘅隊長岡納破爾，身高193 cm， 係後防嘅空中霸王。而前鋒賓韋恩同埋積頓史托利咧都係高大兼有衝擊力嘅球員。佢哋並唔會在意控球在腳，而係用身體對抗性、長傳同埋界外球等等去製造混亂。數據上都反映得到，佢哋嘅場均控球率咧只係有 46%， 長傳比例好高，場均成功長傳咧超過23次。簡單嚟講，佢哋最擅長嘅就係喺劣勢之下穩住防守，然後等一個機會去偷襲對手，就好似對住新特蘭嗰場波咁樣。正正係呢一點，車路士就更加唔可以輕敵。我哋今季喺對住低組別球隊嘅時候，面對住對方簡單直接嘅踢法，都製造過好多次狼狽嘅場面出嚟，當中包括有對住域斯咸嘅第一球失波，對方一次簡單嘅長傳就已經突破到我哋嘅防線，而對住柴爾頓，我哋都失咗一個角球。咁所以今場波咧，只要我哋稍為唔專心的話，維爾港咧絕對有機會喺我哋身上偷到雞。而如果上半場我哋入唔到波，俾維爾港守到信心翻嚟，去到下半場咧，佢哋就會越守越有，車路士嘅壓力咧就自然會越嚟越大。而講完場內嘅因素，亦都想同大家講一講維爾港嘅場外消息。維爾港嘅作客球迷咧，今場波會坐爆史丹福橋球場，佢哋已經賣晒6000張作客門票，咁所以今場波咧，成個作客看台咧都會佈滿住維爾港嘅球迷。雖然佢哋今季咧喺主場平均嘅入場人數咧只係得7400人左右，咁但係足總杯作客咧就竟然能夠賣晒6000張飛，亦都反映得出咧佢哋嘅球迷真係好期待呢一場賽事。而今次亦都係兩隊波史上第一次喺足總杯嘅碰面。如果維爾港能夠贏到的話，就會成為自2001年韋金比之後第一支能夠打入足總杯4強嘅第3或者第4級別球隊。
而對上一次維爾港作客英超球隊就已經要數到6年之前，當時佢哋作客曼城一度領先，更加有超過8000名作客球迷入場支持球隊。而相隔6年之後，佢哋再一次作客英超球隊，今次咧就會帶住6000名球迷去到倫敦，咁所以咧絕對就唔能夠低估佢哋嘅氣勢。而呢一點亦都有機會係導致維爾港能夠爆冷擊敗車路士嘅其中一個因素。好啦，咁講完維爾港之後，而家就同大家分析翻車路士方面嘅狀況。過去呢一個國際賽期，對於車路士嚟講，其實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就令到一班球員終於有時間喘息一下，另一方面部分主力亦都要為國家隊征戰，體能消耗咧依然係唔細嘅。我哋而家就逐一睇下幾位重點球員。先講高爾爬馬，佢有份入選今次英格蘭嘅大軍名單，咁但係佢喺對住烏拉圭同埋日本嘅友誼賽入面咧，表現都唔算特別亮眼。而對住日本嗰場比賽，甚至因為自己喺前場嘅推進失誤，而間接導致英格蘭失波。喺下半場60分鐘咧就被杜曹換走。而杜曹賽後都講到英格蘭呢一刻係欠缺攻擊能力，爬馬嘅表現亦都未算令佢滿意。至於安素費南迪斯同埋卡斯道方面，兩位都有代表南美國家上陣，前者就合共上陣咗130分鐘，更加有一個入波出現，後者就踢足180分鐘添。考慮到佢哋都需要長途飛翻嚟，體能消耗絕對唔細。舟車勞頓嘅情況之下，今場波有機會先列後備。至於祖奧帕杜同埋帕杜尼圖喺國際賽就分別代表咗巴西同埋葡萄牙合共上陣咗大概90分鐘左右，整體消耗又未算去到好大，相信今場波佢哋都有機會後備上陣。而古古尼亞嘅情況亦都值得一提，佢代表西班牙踢咗對塞爾維亞嘅友誼賽，表現穩定，繼續站穩正選左閘位置。咁但係今次佢喺國際賽嘅重點就放咗喺場外嘅新聞。佢接受 The Athletic 訪問嘅時候，講到自己唔同意球會炒馬利斯卡，仲話馬利斯卡係佢喺車路士合作過嘅6位正式教練入面最重要嘅一位。佢自己就講到，如果你問我的話，我就唔會做呢一個決定。要作出咁樣嘅改變最好嘅做法就係等到季尾。呢一番說話出自一個更衣室嘅核心球員把口，對於球隊管理層嚟講確實係一個好大嘅信號。佢自己仲講到球隊對住 PSG 嗰場波係為年輕付出咗代價。佢理解球會係想簽年輕球員，睇住未來呢一個方向，但對於佢呢一啲想贏大錦標嘅球員嚟講，呢一啲時刻就真係令人好氣餒。要爭英超同埋爭歐聯，球隊需要更加多高質素嘅球員。如果只係簽年輕球員的話，可能會令達成呢一啲目標變得更加困難。除此之外，佢都講到羅斯尼亞係一個非常好嘅人，處理團隊同埋唔同性格嘅球員都做得好好。佢認為羅斯尼亞嘅足球理念都係好嘅，咁但係佢認為球隊根本就冇時間去訓練佢嘅理念。車路士每3日就要踢一場波，根本就冇時間喺訓練場上度演練到教練嘅戰術。呢一點都係似乎暗示高層喺炒人之前冇去思考到一眾球員嘅感受。咁講完國際賽嘅情況之後，而家就睇一睇傷兵同埋預測下今場波嘅陣容。巴蒂亞舒利早前因為病而錯過咗對住愛華頓同埋 PSG 嘅比賽，咁但係國際賽嘅期間佢都有參與球隊嘅訓練，預計今場波就可以候命。至於傷兵方面，詹士、柴魯巴、傑廷斯、高維等等就仲未復出。佐真信亦都仲養緊傷，咁所以相信今場波都會繼續由山齊士去把守最後一關。我自己就估計羅斯尼亞會繼續排出一個4-2-3-1嘅陣容，咁但係當中應該會有唔少嘅輪換。右閘有機會由艾治亞邦去取代有份踢國際賽嘅古斯道，中堅兩位就相信會由艾迪拿拜奧拍住沙亞，利用兩位中堅嘅身高優勢去應付對方嘅傳中球。左閘方面就可能會先出下圖，俾古古尼亞去休息一下。至於防守中場方面，相信羅斯尼亞都會俾卡斯道同埋安素費南迪斯休息一下，有機會係由唔使踢國際賽嘅拉維亞去拍住山道士。至於進攻方面就比較簡單，由於維爾港好大機會係排出一個5-4-1嘅陣式，以一個低位防守嘅姿態去應對車路士。如果車路士想破到密集的話，就必須要利用兩邊嘅高速球員去挑戰對方。咁所以我認為今場波兩翼就會由加拿祖以及艾斯迪華奧擔正，兩位喺邊路嘅突破能力對於現時嘅車路士嚟講都係相當之重要。而值得一提嘅係，加拿祖今個喺杯賽嘅入球能力係特別高嘅，各項賽事7個入波當中有5球波都係嚟自英聯杯以及足總杯，而佢對住卡迪夫城以及域斯咸呢一啲低組別球隊身上都能夠取得入球，反映得出佢喺對住弱隊嘅表現係會更加之好。預計今場波佢入球嘅機會都唔細。至於進攻中場就相信會由尼圖出任去支援最前嘅戴納，呢一個組合喺第2圈對住侯城嘅比賽係用過嘅，嗰場波尼圖就取得咗帽子戲法，而戴納亦都有助攻帽子戲法。今場波對住實力比侯城更加弱嘅維爾港，我相信羅斯尼亞絕對都有機會用翻呢一個進攻組合，俾一眾進攻球員去加強翻信心。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預期嘅正選陣容，唔知大家又點樣睇呢？都歡迎喺留言區度一齊討論一下。
最後咧，我都想再補充多少少，車路士今季頭3圈嘅賽事咧，分別以5-1擊敗查爾頓、4-0擊敗侯城，以及以4-2擊敗域斯咸。3場波咧就總共入咗13球，火力咧係相當之唔錯。咁但係要留意嘅係，呢3隊波咧都分別係嚟自英冠以及英甲嘅球隊，實力咧係相對較弱嘅。而且16強對住域斯咸嗰場波咧，更加要去到加時先能夠贏到，表現咧就未稱得上係真係咁有說服力。而嗰場波，羅斯尼亞嘅戰術咧都為人詬病，排出一個3-4-3嘅陣式，令到車路士嘅發揮咧都相當之唔理想。咁所以去到今場波對住維爾港，對於車路士嚟講咧，雖然真係抽到一個好好嘅簽，再一次能夠避開到英超球隊，咁但一眾球員甚至乎係羅斯尼亞都唔能夠輕視對手，需要發揮出最好嘅表現。足總杯咧係今季車路士唯一一個有機會攞到嘅冠軍。如果呢場波能夠贏得清脆，對於球員嘅信心咧都有提升嘅作用，能夠為之後對住曼城、曼聯嘅比賽入面咧打支強心針。咁但係調翻轉，如果球員今場波再一次喺球場度漫不經心，不斷犯下一啲低級嘅錯誤的話，咁對於球隊之後嘅士氣咧都會受到好大嘅打擊。咁所以我自己就希望車路士今場波能夠清清脆脆大勝一場，穩住翻球隊嘅軍心，同時亦都希望一眾進攻球員咧可以喺前場展現翻好嘅把握能力。好。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你哋又認為車路士今場波可唔可以輕鬆擊敗到維爾港呢？如果作出太多嘅輪換的話，又會唔會有機會俾對方爆冷擊敗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都會希望繼續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中意呢條片的話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